為慶祝 TVB 48週年盛典，喺節目開始之前，首先恭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陳國強主席以及董事方日華女士進行啟動儀式，有請兩位。唔該晒兩位，攜手迎挑戰，邁步齊向前。萬千星輝賀台慶，現在正式開始。TVB48，快慶祝別要停。TVB48，要獻上閃千色。TVB 盡本色，創意顯示播成，今天的是慶更激，紅星很多。現演靚至盛，台星燈光，全熒幕鮮美，時裝古裝，化妝及髮型，台前幕裏亦出色。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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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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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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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Hey 48。TVB 人成，Hey 48，萬眾歡欣歡笑聲，Hey 48，奉上祝福多呼應，Hey 48，我們與觀眾共鳴，Hey 48，願與 TVB 人成，Hey 48，萬眾歡欣歡笑聲，Hey 48，奉上祝福多呼應，Hey 48，誕辰慶祝那元慶。歡呼齊聲，全城和應。有請今晚8位星級司儀：大姐大汪明荃、鄭裕玲、大哥大曾志偉、陳百祥，仲有錢嘉樂、森美、陳凱琳、張繼聰。TVB Happy Birthday！今日咧就係 TVB 48週年台慶，各位兄弟姊妹，大家開唔開心？開心！每年 TVB 台慶咧，我哋都送獎金獎品嘅，今年咧超過300萬，想唔想要？想！嗱，今晚我哋全台藝員咧就將會分成3組啊，咁啊勝出嗰組咧，其中嘅藝員會獨得100萬嘅獎金獎品，好唔好啊？好！嗱，電視機旁嘅觀眾咧都有機會得到16萬嘅歐洲名貴房車嘅，你話好唔好嘢啊？好嘢！嗱，大家咧想得到啲咁名貴嘅獎品咧，一定要參加我哋今晚台慶超強選擇1分鐘，有機會獨得我哋呢個超強終極大獎呢架噗噗車咧，揸翻屋企。哇！除此之外咧，每一 round 家庭觀眾咧有機會得到咧48,000蚊嘅大利是同埋1萬蚊嘅獎品㗎噃，所以未登記上 TVB 分嘅，快啲登記！而我哋今晚嘅節目咧，將會直播或者轉播咧，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包括係澳洲啦、新西蘭啦、新加坡、馬來西亞、英國、歐洲同埋美國嘅。冇錯啦，所以今晚海外觀眾就可以同我哋同步欣賞 TVB 48週年精彩嘅項目啦！哇！真係開心啊！諗下最近成日拖住阿姐嘅州官咧，咁啊今晚咧就為暫時離開阿姐咧，咁啊同住得好埋喎，同埋我哋48個。花旦同埋小曾係啦，咁啊今晚咧好勁啊啫！秋官梗係勁啦，我哋靚聲王嘅收視咁好啊勁啦，再加上現場咧48位小生花旦組成呢個勁秋靚聲王，哇簡直係大場面啊！冇得頂啊！冇得頂啊！講到大場面啊，梗係唔少啲男女主角啦。今日咧我哋率先宣布呢個萬千星輝嘅競選候選名單，男女主角嘅是帝是后係咪？係啦，好嘢！你講是帝咧，咁啊犀利啦！今晚咧我哋又有長仔啦，有 Moses 啦，有馬明啦、詹 Pan 啦，仲有 Bosco 咧，聯同咧影帝秋生咧，話要鬥氣喎，叫做我係要鬥氣。哦，講到要鬥咧，仲有咧，我哋阿姐花旦咧歌舞團裏邊咧，阿羅蘭姐、同埋咪咪姐、同埋玲玲姐都話要鬥喎。哇！3個大姐犀利啦！鬥咩咧？佢話：哇！今日要公開守咗幾廿年嘅秘密。關於身材嘅喎，哇！喂，仲有4個小生唔單止去旅行啦，佢哋今次咧就去法庭啊公開掌摑事件嘅真相啊！
哇，咁大單 case 咧，今晚真係好熱鬧啊！誒，講起熱鬧，而家率先開心下先，就係抽第一封嘅台慶大利是，贊成。今年48週年，好啦，利是48000。哇！請阿姐，係優秀女藝員當中咧，我哋揾到呢一個咧壽土山，咁啊掹一個壽土睇下咁邊個壽當中。壽土山嘅壽比南山啦。係啦等我諗下先，呢個啦。好，後邊咧係女藝人啊係啊，呢個係優秀女藝人嘅名啊，究竟係邊個呢？第一個係邊個啊？你啊！嗱，未攞獎之前，講一句恭賀嘅説話先，快啲！阿姐你好靚啊恭賀 TVB 啊 TVB 啊！ ！TVB Happy Birthday，長命百歲！呢一個要問你要問我問題啊？今年係幾多年啊 ！TVB 嘅生日48週年。真係聰明啊！OK，贏啊！頒獎！當然咧，轉個頭翻嚟咧，仲有我哋台慶超強選擇1分鐘啊！咁阿聰咧而家就走咗去邊度咧？好嘢啊！佢偷窺喎，交咗俾阿偷窺華先。好啦，又翻到嚟啦，兩位阿姐，我想問下台慶啊，最緊要有啲咩元素咧？最緊要台慶嘅大日子啊嘛，咁啊所有藝員咧出席啦，開開心心，仔仔一堂。我就覺得傳承都好緊要啊！啲新人咧可以參與呢個台慶嘅演出嚟吸取經驗，同埋向啲前輩學下嘢。哎呀，咁呢一 part 就啱啦，因為呢一 part 咧嚟緊咧又熱鬧又有呢個傳承嘅味道，就由3位大姐帶住一班花旦演出嘅花旦大姐歌舞團。香香同埋 Grace 同啲3位前輩合作有冇壓力啊？其實跳舞就唔係我自己強項，不過今次可以同班姊妹一齊排舞，真係睇到大家好努力。以下時間交俾 Grace。Yes。嗱，喺我身邊咧有好多好戲之人，今日有咩搞作啊？係有咩搞啊？周生哥，冇你咁冇戲啊！冇你咁冇戲喎，我哋梗係搞大龍鳳啦，係嘛？大茶飯，總之係大啊！大鬥氣啊！大鬥法。大家好，咁大家千祈唔好走開啦！係搞錯咗，係咩嚟啊？你